疾管署表示，顶礼拜咱国内有2万人去为着新冠肺炎，所以有个6月中过后，疫情会阁达到高峰。另外，流感有新增加2个重症死亡的案例，也若高资国内有新增加20例，目前咱国内高资的病例已经有上100例。第4波新冠疫情继续升温，疾管署公布，顶礼拜平均每日新增加204例本土中重症，比顶礼拜加3成2。死亡平均每日增加18例，比顶礼拜15例较悬。估计目前一天大约2万人确诊，6月下旬会到上悬。我们预估呢，大概新冠阳性的个案呢，一天大概是2万例左右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呼吁，在没有施打过新冠疫苗的民众呢，能够尽快施打。另外，高资也有传染风险，顶礼拜增加20例高资病例，创下单周新高，其中17例本土，3例境外移入。累计国内高资确诊病例有111例。上周是17例，也算是非常的高，尤其是新北有7例，桃园有3例，那台北有2例。另外，顶礼拜门急诊类流感看诊破7万人，增加2例流感重症死亡，拢是慢性病的侪伙人。估计疫情阁会拖到6月，所以疾管署宣布，阁再延长公费流感抗病毒药物到6月底。也若出现零部分，5月30日起。医疗医事机构、护理之家、老人机构等4类场所，依次强制带吹烟，其他照护机构甲救护车改做建议带吹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